大家好啊，我那边烧落来看到，真是大沙卡紫青阁，然后就会烧啊，用到底重建啊，哇，มัน好了咯，这是一个顶的哦，我还白啊，白老啊，紫青阁最好了哦，真欢喜哦。哦，今日来宾平哦，我对做路哦，今日有天啊，哇，真欢喜啊，你看到，今到时啊，烧个了啊，做了。紫薇大帝哦，大沙卡的教会啊，紫青阁，哇，伊天，好像日头过天啊，我变成是一个元宝，你看嘛，我咧，我行起来哦，天公咯，的教会啊，紫青阁，我还没信，18楼啊，真是地缘了啊，真可能点灯哦，点灯保温啊，两边有咯，8仙啊，哦，过一边啊，伊味着迄香茶的味哦，真系香哦。宋大风厨师啊，紫薇大帝，
智慧大帝众神明有边大家平安顺利大家幸幸这是我来宾翸翕出去我行落去正月照头白光五路财神来智慧大帝录影了好对会记订阅频道大家幸幸